18歲適合做 ITI 親水定係諾貝爾種植體呢？大家好，我係深圳市口腔醫療行業協會種植專委會嘅主委。而家網上都喺度推 ITI 嘅親水植體，佢喺骨結合方面確實做得很好，但對28歲嘅年輕人嚟講，唔係話非要做親水，因為年輕人嘅骨條件本身就比較好，愈合能力也比較強。種植牙壽命有幾耐呢？其實種植牙冇固定嘅壽命，就似一台車，有的人好好保養，佢可以開幾十年。有的人只能開幾年。決定壽命嘅主要睇3個因素，最重要嘅係種植醫生嘅經驗技術以及種植後嘅日常維護。做咗種植牙能做 CT 核磁之類嘅嗎？我怕金屬類嘅做唔到。做完種植牙係可以做核磁，多數嘅種植體係純鈦、鈦合金，極少會喺影像上造成干擾。缺咗20年，牙齦接近睇唔到，仲可以種嗎？能唔能種，主要係要睇口腔骨量嘅情況、修復空間嘅情況，有些可以通過植吉、軟組織修復、移植等嚟解決。種牙前除咗 CBCT， 仲需要做邊啲檢查？仲需要做抽血、口腔常規檢查。特殊情況，比如年紀比較大、有心臟病、高血壓基礎病，仲要先做一個完善嘅體格檢查，以後再由醫生嚟決定能否做種植。